基督教牧師成日教信徒愛你嘅仇敵，要為迫害自己嘅人祈禱。但如果要原諒嘅係令佢個女自殺嘅仇人，牧師又真係做得到？呢個正正係生氣不赦之罪想探討嘅核心問題。咁踩界嘅題材竟然係由爸爸係牧師嘅導演林善，聯同曾經考慮過做宣教士嘅導演譚善陽一齊執導。林善曾經喺訪問中提到：我信嘅係耶穌或者信嘅係聖經，唔係信教會嘛。有啲教徒因為不滿教會權威人士利用聖經去詮釋自己嘅觀點，所以選擇離開教會，但依然堅持信仰耶穌。其實林善自己都冇因為屋企背景而成為盲目信徒，反而更加想透過創作去挑戰宗教題材，探討信仰同人性之間嘅矛盾。佢分別喺2017年同2020年拍咗短片《忠》同《施恩》，前者探討基督教對生死嘅教義，後者反思神職人員同普通人身份之間嘅分別。兩套作品都係圍繞住宗教主題，反映出林善一直關注信仰同人性之間嘅衝突。另一位導演譚善陽3歲開始返教會，佢聽過唔少牧師分享真實個案，最深刻係關於強姦案嘅受害者家屬點樣寬恕加害者，可以話係變相促使電影成型。佢哋同時對教義愛你嘅仇敵抱有懷疑態度，甚至認為連牧師自己本身都做唔到。面對信仰同人性嘅激烈拉扯，究竟影帝黃秋生飾演嘅梁牧師會點樣詮釋內心嘅糾結？梁牧師最後會選擇真心原諒，定係狠心報復由 George 歐振浩飾演嘅強姦犯阿樂？一切答案就等你親自入場見證。嚟緊6月6號，我哋會有不赦之罪嘅借票場，仲有機會同主演加導演們現場直接對話，分享你嘅感受同疑問。有興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。